马上准备了，就会用哪样松鼠，叫做眼睛宝贵的东西。很好，闹做奈何谁列令，刘恒奈谁列刘，共舞标准吗？冇要紧，冇要紧。你即届有画咗一迄个北界内底的遐个环境甲遐个建筑吼，你敢会当小甲咱讲一下？我是就想要讲的，但是我有签报袂跳跃，保袂跳跃，报袂跳跃。所以你袂使讲。我袂使讲，我袂使讲。北界内底，伊即马有台语版，有多元语言版，有客家话的版本吼。请问内底的北界是食菜还是食草的？但是我有签保袂跳跃。我袂使讲，我袂使讲。伊爱食包啊！北界咧做敢会介辛苦。我有签保袂跳跃。我袂使讲。做辛苦诶！疫情期间，每天都对着电脑一个人。你上介意的查某囡仔的角色是倒一个？但是我有签保袂跳跃。我袂使讲。小静，我做介意的，做够水的。但你毋是袂使讲。我袂使讲，我袂使讲。啊，对对。你有签保袂跳跃，我来甲你采访是访问假的呢。你会当去看电影啊？为什么这届的主角要做北界，不要做孙悟空？因为北界无做过主角啊。我还有做过迪卡啊！我就讲我有签保袂跳跃，你听无哩？老牙不该！北界，悟空，阿晶，几个会啊？向拢袂使红包送。是盲杀！兄弟是，俺能是有办法。这都是新世界哦！大姐，你爱个叫猫？从马上准备了，就会用哪样松鼠，叫做眼睛宝贵的东西。我就讲我有签